佛说十善业道经节要，上净下空老和尚节录。如是我闻。一时，佛在娑竭罗龙宫，与8000大比丘众、32000菩萨摩诃萨聚。尔时世尊告龙王言：一切众生心想异故，造业异义，由是故有诸趣轮转。龙王，汝见此会，即大海中形色种类，个别不也。如是一切，理不由心造善不善，身业语业意业所致，而心无色，不可见取，但是虚妄。诸法即起，毕竟无主，无我我所，虽各随业所现不同，而实于中无有作者，故一切法皆不思议。自性如幻，智者之意，应修善业，以是所生运处界等，皆悉端正，见者无厌。龙王，汝观佛身，从100千亿福德所生，诸相庄严，光明显耀，庇诸大众。汝又观此诸大菩萨，妙色严净，一切皆由修集善业福德而生。又诸天龙八部众等大威势者，亦因善业福德所生。汝今当应如是修学，亦令众生了达因果，修习善业，于诸福田欢喜敬仰。是故汝等亦得人天尊敬供养。龙王当知，菩萨有一法，能断一切诸恶道苦。何等为宜？位于昼夜常念思维，观察善法，令诸善法念念增长，不容毫分，不善见杂。是即能令诸恶永断，善法圆满，常得亲近诸佛菩萨及于圣众。言善法者，为人天身、声闻菩提、独觉菩提、无上菩提，皆依此法以为根本，而得成就，故名善法。此法即是十善业道。何等为十？为能永离杀生、偷盗、邪行、妄语、两舌、恶口、绮语、贪欲、嗔恚、邪见。此十善业，乃至能令六度、四无量心、四摄、37道品、止观、方便、十力无畏、18不共，一切佛法皆得圆满，一切人天依之而立。是故汝等应勤修学。佛说此经已，娑竭罗龙王及诸大众，一切世间天人、阿修罗等，皆大欢喜，信受奉行。